各位觀眾，歡迎嚟到焦點新聞台。今次我哋講一個表面上唔算火藥味重，但其實好值得細味嘅題目，就係國安教育日相關延伸活動之中，醫療輔助隊總部開放日所釋放出嚟嘅信號。唔少人第一眼見到呢類新聞，可能會覺得又係一個官方活動，有人支持，有市民參觀，有攤位，有示範，有肯定前線人員奉獻，睇落相當正路。但如果你只係停喺活動層面，你就未必睇得到背後更重要嗰層。點解呢幾年政府越來越重視透過依類開放式、公眾參與式活動，去將原本比較抽象、比較宏大，甚至比較政治化嘅概念，慢慢變成市民日常可接觸、可感受、可接受嘅一部分？今次嘅核心唔止係有人參觀醫療輔助隊總部，亦唔止係有人欣賞隊員無私奉獻，更值得留意嘅係活動安排本身所形成嘅像子效果。醫療輔助隊依類制服團隊本身喺社會印象之中，一方面有紀律、專業、服務社群嘅形象，另一方面亦較少涉及一般市民平日直接理解嘅高政治爭議。換句話講，當國安教育日同依類較具親和力、服務性質較強嘅團隊活動扣連時，個信號就會變得非常明顯。政府唔係只想市民從口號、法例、條文、抽象宣傳去理解國安，而係希望將國安同秩序、支援、救援、社區參與、服務、奉獻結合起來。呢種結合，政治上其實係有意思嘅。因為任何政府如果想令一種政策理念穩定落地，最有效嘅方式往往唔係不停高聲重複，而係將嗰套理念融入到市民覺得合理、熟悉甚至有正面感受嘅場景入面。醫療輔助隊開放日正正就有呢種作用。當大家帶住家人參觀、睇裝備、玩攤位、了解急救、感受制服團隊專業形象時，國安教育呢個本來可能較軟、較硬、較抽象嘅概念，就會被重新包裝成為一種關乎大家安全、關乎社會穩定、關乎公共服務嘅生活化語言。我想強調，呢種做法唔係單一地區先有，世界唔少地方政府都會將安全概念透過公共教育、開放參觀、制服團隊互動、學校宣傳等方式轉化成一種更易入口嘅公共敘事。因為對政策制定者嚟講，純粹講原則，市民未必有感，但如果可以透過具體人員、具體服務、具體體驗，令市民覺得安全唔係空口講，而係有人默默維持秩序，有人喺危急時刻提供支援，咁成套論述就容易建立情感連結。今次點解會特別由官員開口讚賞醫療輔助隊人員喺公餘時間仍然無私奉獻？呢個表述其實相當重要，因為佢唔單止係表揚服務精神，更係刻意強調一種公民角色，即使唔係全職紀律部隊，仍然可以喺自己本業以外投放時間去承擔社會責任。呢種說法，一方面當然係對隊員努力作肯定，另一方面亦都係向公眾展示一個價值觀：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公共秩序唔應該只由政府單方面承擔，而係每一位市民都可以用某種方式參與。聽到呢度，有觀眾可能會話：咁係咪即係任何活動都要拉去國安框架？呢個問題其實值得問，而且應該問。因為當一個概念越來越被廣泛延伸時，社會自然會關注邊界喺邊。支持者會認為安全概念本來就唔應該狹義理解，醫療支援、應急教育、紀律訓練都同整體社會人性有關。但質疑者亦會覺得，如果任何公共活動都可以被納入國安敘事，咁市民會唔會慢慢失去區分不同政策領域嘅空間？所以今次活動雖然表面平靜，但其實反映咗一個更大問題。政府而家唔止係做活動，而係喺重新定義社會應該點樣理解安全兩個字。再從公共觀感角度睇，今次活動之所以相對容易令市民接受，原因之一係醫療輔助隊本身形象比較民生化。佢唔似一啲高對抗、高執法形象部門咁容易引發情緒分裂，反而較容易令人聯想到急救、支援、服務、訓練同群體協作。對政府嚟講，喺國安教育日周邊安排呢類活動，有一種好務實嘅考慮，用一個較低衝突、較高親和力嘅切入點，去擴大政策信息觸及面。尤其係對家庭客、學生、年長市民嚟講，呢種接觸方式會比單純睇宣傳短片更加具體。不過活動效果最終好唔好，仲要睇市民感受到嘅係真誠參與定係單向展示。因為而家市民對官方活動其實越來越講求真實感。簡單講，如果你俾人覺得只係照例辦一場，影幾張相，講幾句官式語言，市民未必有深刻印象。但如果真係有機會接觸隊員工作，了解裝備用途，認識應急服務，甚至對社區安全有實際學習，咁成件事就唔只係宣傳，而會變成一次公共教育。呢個差別好重要，因為它決定咗市民最後感受到嘅係一場被安排嘅活動，定係一種可被理解、可被參與嘅安全文化。
我覺得今次仲有一個值得留意嘅點，就係政府喺公開表述上相當着重更加深入了解。呢句説話唔係隨便講，因為當局明顯意識到單靠法例、原則、口號去講國家安全，對好多普羅市民嚟講仍然係抽象，所以佢哋需要將議題一步一步拉近生活。醫療輔助隊提供急救、醫療衛生服務，呢啲本身就係市民一聽就明白嘅公共價值。當呢啲功能同國安教育日連結，就形成一條比較順暢嘅論述線。安全唔係遠方政治，而係社會正常運轉、危機應對同社區守望。當然，我哋亦唔應該忽略一個現實，每逢呢類活動，社會上總會存在唔同解讀。有人會覺得開放日增加透明度，令制服團隊唔再只係神秘符號，而係可以接觸、可以認識、可以尊重嘅公共服務力量。亦有人會認為活動仍然帶有明顯政策導向，目的唔單止係參觀，而係要建立一套特定價值框架。其實呢兩種睇法可以同時存在，關鍵唔係邊個完全啱，而係香港當下公共空間正正就係喺呢種多層信號之中運作。你見到一場開放日，背後可能同時係親民活動、公共教育、形象塑造、政策延伸，全部一齊發生。如果由政府治理角度講，今次活動某程度上亦反映一種新策略，由過去較集中喺制度同法規層面，逐步擴展到文化層面、教育層面、參與層面。因為一套政策要長期穩定，最終都要有社會習慣支持。當市民越來越習慣喺不同場景見到安全被重新定義，慢慢就會將某啲理念視為日常常識，而唔再視為單一政治信號。呢一種變化往往唔係靠一次大宣傳，而係靠好多次小而密嘅公共活動慢慢累積。再講返醫療輔助隊本身，其實任何社會都需要一批願意喺日常以外承擔應急支援角色嘅人。無論你從政策角度、公共服務角度，定係社區韌性角度睇，呢種志願服務力量都係重要資產。所以官員讚賞隊員無私奉獻，某程度上係順理成章。但更加值得思考嘅係，未來政府會唔會透過更多類似活動，去鼓勵市民將參與社會安全理解成一種榮譽、一種責任，甚至一種身份認同？如果答案係會，咁今次開放日就唔只係一日活動，而係一種方向預演。對市民嚟講，最實際問題其實反而係依類活動對我有咩意義？我覺得有兩個層次。第一，資訊層次，你起碼會更加清楚制服團隊唔同單位係做緊咩，服務範圍去到邊，遇到緊急情況時社會靠咩人支撐。第二，觀念層次，你會被引導去接受一種概念，安全唔係遙遠政治，而係由制度、人員、訓練同市民意識共同組成。你接受與否係另一回事，但政府顯然希望你用呢個方向去理解。講到尾，今次醫療輔助隊開放日值得關注，從來唔係因為有幾熱鬧，而係因為它折射出香港公共敘事正喺度轉變。國安教育日唔再只係停留喺紀念性、象徵性層面，而係越來越被嵌入日常生活、社區活動同公共服務語言之中。有人會覺得呢種結合有助建立穩定社會共識，亦有人會覺得要繼續觀察這種擴展會去到幾遠。無論你站喺邊一邊，都唔可以否認，今次活動展示咗一種相當清晰嘅治理手法，就係將宏大概念變成可被參觀、可被感受、可被接受嘅日常體驗。所以我會話，今次焦點唔係一場開放日有幾多人去，而係政府點樣透過依類活動重塑市民對安全嘅理解框架。當國安、公共服務、志願奉獻、社區參與被放喺同一條敘事線上，香港未來公共教育同政策傳達方式好可能會越來越朝住呢個方向走。你又點睇今次醫療輔助隊開放日？你覺得呢類活動真係有助市民更理解公共服務同安全概念，定係你認為仍然要睇實際內容同互動深度先知道成效？歡迎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記得訂閱焦點新聞台，我哋會繼續幫大家將表面平靜，其實內藏政策信號嘅新聞慢慢查清楚。